我看你这摆还阁有啥物话通辩解？你安尼创啥你啊？愈来愈毋是款你啊！莫来有要使性地好无你？吵死啦！你去无位困啊？会啦，你若搁安尼落哦，早晚哦，我就袂当来困啊，你知无？小等下，先煞甲恁囝带走，唔通袂记呢。明仔载早起起来，爱甲人烧888。你。问啦！妈嘞，用讲的啦！厝前厝后，拢甲顾好势，这帮啊就袂用甲逼厝。爷妈佫是啥？3更半暝找我来，有啥物代志啊？白狗，嗨！你暗号恁卫生啊！你要我搞地震？哎呀，我佫是啥？不，迄是阮卫生啊！好，我爱听你辩解。等我掠着强制完了后，才甲你算账。嗨！规间厝的人拢甲掠起来！嗨！爷妈佫是啥？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阮大姊因一家伙人，大家拢是善良的老百姓呢。把口，嗨！听，拍鼓，给，冲下！请。叫你去白位困，你搁倒来创啥啊？你有够烦的，出去啦！看。我无你先拍下。哎呀，放开啦！我无办法了，我要创啥？先路啊！阿娘，是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咱台湾人哦，正人起正人徛啦。强制万人咧！我伫你房间了，我你较菜。老太太，恁后生咧？伊也无甲我困共房间啊，我要哪会知？恁翁咧？我逐摆问你，你拢讲唔知影，你是咧牵手，是咧做假心？对。马家路，嗨！无你的代志，嗨！报告，向今晚2条啊！今晚。要么过一场，你若要找我，叫恁手下来甲讲一声就会使。我一定去警察局找你，免惊动阮厝的人。哦，敢安尼？我是惊讲我无亲身来，会去得罪你强大医生。连个3番两处咱都学袂来，敢若了无够向？先生，强大医生，我即摆唔是要来乌白乱的，我是真正要来抓你的。洪大厅长讲，无证据，就别当我要抓人。洪志远，你即摆先走就无路。我看连洪大厅长都无法度保你。讲，这是啥物？爷妈佫是啥？这甲标人屎机啊同款，这有啥物咧？保证，嗨！叫我对上你讲讲，嗨！顶卫生是控制民主，你是真正唔知影，还是条故意来诬赖伊？我真是唔知影，我若早知影，我早就代志灭清，哪有可能留伊留到今仔日咧？先路啊！阿姊啊，
我会互恁兜的人害死啦！啊，你搁伫咧叫？哎呦，亚麻古市长，我真是拢唔知影啦。哎，我甲因吼，田无够，水无流啦，拢无关系啦。保证，嗨！为着要表示你真正唔知影，你会当大义灭亲，强志愿你亲身压头，唔讲假行假讲，行到死为止。新华，嗨！阿爷，哎，你啦，慢点，你啦，笑啦，拜托你，你甲亚麻古市长讲啦，伊唔是可离分子啦，你加放开啦，较紧的啦。啊，听嘛，阿姊啊，这句拢伫亚麻古市长的手头，我是方面轻松呢，我是会当安怎是？无啦，干那便宜物件啊，要哪是可离分子啦？拜托你，你甲要求。老太太，这是台湾民主国的旗啊！是伫咧恁后生医生馆地下室找着，这敢若无够证明性？无啦，唔是啦，阮后生是一条老妹子，伊绝对是可离分子，拜托你甲放开好无啦？拜托。阿娘，你快点啊！嗨！你还讲讲在咧遐怎？人暗紧仔行！嗨！谢谢你啊，阿姑，你袂用安尼做啊！你袂用来我心肝阿嫂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你袂用啊！新华啦，阿姊对你是有求必应，你别安尼对待我啦，我甲来这个好事。阿姊，我即马是会当讲啥物事？阿姑，变主啊！阿姑，我甲你求啊！有当时我甲志愿对你吃出去，今日我歹办哦，咱都是高心的啦。哎呦，啊，即马唔是好心无心的问题，啊，即马是关系到性命问题呢。我是关你性命问题，我唔才甲你拜托。阿姑，我甲你磕头啊！变主，你那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你甲我磕头有啥物路用啦？我嘛是食人的饭，还人的问，我是会当安怎是？阿姑，变主啊！阿强！阿姊，你莫怨啊啦！老太太，你若真正要保恁后生的命，重料添顶来换。要不滚去啥？哈，莫讲遐多。阿等你。变主！阿娘！有咩啊？遐早落去啦？你在咧哭咧？天明啊，我昨暗做一个梦，我足惊的啦。眠梦有啥物好惊的咧？你哦。我梦到我大官啦，哦。伊规身躯拢是血。我较早眠的代志，到尾仔拢变成真的。我足惊，这个嘛是真的呢。哎呦，梦就是梦，哪有可能是真的咧？我昨吼，我甲恁大官见面咧。真正啊？对啊。伊讲恁阿妈足想你的，叫你较早转去。那呢？阿妈无怪我哦。无啦，啊有影来叫你较早转去。那我啥物时阵会当转去？等我甲恁大官甲代志处理好，就随送你转去啊。我知影你拢爱养我来啦。迄日本后，遐尔啊分离，啊因即摆搁认定我甲恁是共党的，我看我心肝拢袂用转去啊。会啦，囡仔，莫哭，我甲你保证，真紧你就会当倒转去，等啊，莫哭。
如果啊，表兄，表兄，阿公阿母安怎？安那，真正常。哦，安尼就好啦。表兄，多谢你哦。啊，你安尼辛苦规暝啊，巴肚一定照枵啊。我去甲你煮食的啦，哦。免啦，那个。如果哎，那你想到你丢卡去？无啦，我就人忝，想要休困。哎，这别人算真好啦，万一试我也是叫你本啊拍死，安尼呸呸呸呸！不要讲话，讲一款歹彩头的话。我即摆烦恼到要死，哪有心情去讲啥物好彩头、歹彩头的话啦？较早莹莹是日甲毋甲志愿的摇把吵，叫伊去困客房，毋知会发生即款代志，你也会烦恼啊？哈？安妮啊，你毋是有讲过，志愿搁较安怎讲，嘛是我的翁婿，我会甲志愿冤家，只不过是希望讲，伊会当加关心我，对我较体贴的，我并无啥物恶意。想要到讲，想要到。三八查某才会安尼做，你要用即个方法，要挽你人的心哦。老太太，古少爷来啊！你来创啥？这个特性，你过去，我不爱见。袂用你啦，安妮啊，咱来求阿姑，看伊有办法叫志愿出来无啦？你敢无看伊昨迄个款，看到就凊心哦。嘿，阿姊，阿姑，你免叫我，我无你这个小弟啦。哎呦，阿姊呀，阿姑我是好意来的呢。阿姑，志愿接人安怎？这，你紧讲啊！我煞煞去啦！怀着我伫遮吼，啊无人欢迎我，我讲较济嘛无路用，安尼我来走倒。阿姑，喂，阿姊，你即摆是伫叫我哦？啊，这啦。阿姑，哦，你坐啦。好。无你代志，你先落。好。阿姊啊，我即摆来是要甲你报告好消息的啦。好消息，是啊，好，我伫夜晚开始上的面头前，讲偌济安尼有喙讲甲无烂啦，才讲通呢。讲你安怎？伊就讲吼，恁若吼早一工找着聊天钉，安尼志愿就会当早一工放出来。喂喂，你快有所人叫放起来啦！哎，我听伊讲哦，昨暝将伊输去哦，日本警察抓去哦。我听讲是抗日组嘞，迄边哪有可能啦？迄日本警察就学过来啦。嘿，你较细声，再叫日本人听到你就嗨啊！讲伊啊，哎呦，感谢不一样，咱来迄个来哦，来进来啊！神烦，阿娘生你了后，身体都安尼真歹。我迄个时阵才8岁，逐工都爱爱你安尼，伫咧做事。有时阵爱去田里扫草，倒来都爱滚暗暝啊，互你食，还甲你换药滚啊。你讲要食糖啊？厝诶无钱，我就去捡茶、捡牛屎去换钱买糖啊，互你食。你10岁诶时阵，甲隔壁阿辉啊冤家相拍，甲人拍甲咧火楼送地，我都去讲跪咧会室顶。遐你20岁讲要娶某，遐我就叫吴人婆啊。你是念了会喙焦无？我毋是要来遮听你念有诶无诶呢。
是叫你忘心肝化嘛咧，我有良心无？哎，我是安怎无良心啊？我昨昏若无伫遮吼，恁今仔日就爱替志远受死啊！我甲你拜托啦，你较好心的啦，只要志远会当平平安安倒转来，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啊，你甲我拜托有啥路用？啊？志远犯的是死罪哦，若要拜托哦，拜托恁家己啦，赶紧叫廖添丁出来啦！廖添丁，伊就甲目标鬼共款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伊啦。业主，咱来去，来找范大厅长。啊是要创啥啦？叫猪叫狗，不如家己走。我要甲范大厅长讲吼，志远是被奸所害。这叫做假破案，无效啦！我换这个假20万年啊，什么风影毋捌看过。只要当叫志远倒转来，就是跪死伫范大厅长面头前，我也甘愿啦。你甲阿豪吼，厝保好，啊，加工爱顾好。是。还阁有啊，假使廖添丁来咱兜，你爱想办法甲留落来，千万莫互伊走去呢。三不搞出。阿姊，我送你来。免。啊？姐姐无？哪是在名？阿姊啊，我来加叫一台。免啦，你小客人好。安尼较适宜呢。来检察厅。是。老太太，啊，你去警察厅要创啥吼？哎，啊，是毋是为着先生的代志啊？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大家嘛知影，遐路吼，真多人伫回这件代志啊。哎，洪医生吼是好人啦，哪会去互日本人掠去咧？啊，遐日本人就讲，伊是抗日分子啊。这摆有可能啦，啊，无证据啊，日本警察哪会安尼随便掠人啦？有啊，因日本人在医务所找到一面旗仔，讲是啥物国的旗仔，啊，就认为讲阮人是抗日分子，迄日本哦是当学袂来啦。你讲这是要死？廖添丁害咱无够，你讲遐济来斗啥？下面啊！所以啊，唔免啦，唔免啦。啊，罗强医生吼，以前捌救过我的命啦，啊，伊甲我治疗吼，拢无收我的钱，我来好意思收你的车钱呢。新发啦吼，来当参像安尼知影感恩就好啊。啊，多谢哈。多谢。没错。哦，我要去厅长啦。恁是啥物人？阮是伊朋友，厅长今日无要去客哦。阮有重要代志的。去，等去啊！无，拜托啦，黄健听到一面，我哪使？喂，你讲唔走吼，我真是对你无客气啊！走，紧走！大人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互我当听到一啊，遐若无好，阮家会无性命。伊是阮全家冤苦，伊是冤枉的啦，大人。是啦，大人，我哪使是被奸所害？我甲你拜托你较放心嘞，互阮去听到一面好无？胡说！走啦！你这口气嘛无效啦！大人，拜托你啦，我甲你磕头啦，拜托你较放心，我甲你磕头啦，磕头啦，我甲你磕头。你哪个底下闹，我就给你抓起来啦！大人，拜托你啦。走路，伊也要滚一声，拜托你帮阮夹一条生路，我会真感激你啦。
拜托你。是啊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伺候你啦，要么亏你三百拜托了。哦，原来是你，你这么讲什么拢无路用啊？我要么过去上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，我跟你求拜啦。老太太，我警告你，我若唔是代念你是老兄的人，我早就甲你困749工啊！我就甲你讲过，若想要保恁后生的命，用聊天顶来话，拢给我学出去，别他妈吵架闹架。哎，家庭，你要不过去上？你把过去上，你到底是无听啊？哎，我要拍人啊！像安尼啦，这老伙仔尔，啊你哪里给拍？心肝这么强，根本你无爸无母是。太太，你紧起来。你真好大胆哦，讲唔紧走，无我开枪啊！老太太，你紧先转去啦，吼。无爱啦，我若无叫阮囝出来，我都要死大只。安尼啊。老太太，性命迄解决问题啦，你先转去啦，总是有办法救恁囝啦。吼，你是铁腕袂？讲唔紧走，无我真是要开枪啊！哦，来，老太太，紧转去啦，恁敢忍心看为恁死者？啊，紧转去啦，吼，来转来，跟走啦！洗衫，我咧只甲你叫了，做淡薄仔代志嘛是应该啊。啊，咪久个咧，出去啊，去找个天兵还是？毋是呢，啊，不是去倒去？啊，我有甲问就无讲。我食饭时阵，我看你戆神，我咧甲伊讲话，拢嘛无回答我呢。啊，这个囡仔哪会变成安尼啊？天天啊，你转来啊？啊，你食饭未？啊，未食吼，我来去炖饭菜烧互你食。奇怪啊，这玫瑰甲这个天天见面，奇怪。是安怎啊？阮大哥是安怎？阮大哥出代志啊吼！是有淡薄仔麻烦啦，也毋过。天天啊，你袂用甲我骗哦！为你的表情我看得出来，我大哥为了我出代志对无？是毋是？我无讲毋对吼？啊，伊即摆是安怎啦？你紧讲啊！你毋通着急啊！你安心踮咧遮，我会解决问题。相信我，恁大官一定会平平安安倒转来，你真紧会看到伊啊！啥？阿娘，是我啦，是马顶订好啦。哦，问无所入来啦。阿娘，这个太少啉咧。哎呦！你爱干做啥做啥？门给关起来。哦。阿娘，这啥？要我心。要到小小城猪肝棍的，看到钱目睭舔甲遐大蕊，也无甲强甲生甲一男半女，你免孝想啦。阿娘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，假使我生查甫，这钱拢要互我心？哎呦，恁翁房管理拢啊来了，看到钱哪钱叫？是钱较重要，人较重要。当然是7万较重要啦。毋过阿娘，这是要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啦。这个道理你捌无？哦。相信这个钱会当换4万一条命回来。啊？啊啥？阿娘，迄夜晚估计上是讲，啊
爱叫咱聊聊天，免等于外省话转来，毋是摕钱去换啦。聊天顶，聊天顶，要无安尼啊？你煞袂晓甲掠来哦？讲到你这款查某，啥不搞寸。娘，自从兄妹入门开始，你就对我有偏见。其实我是……对啊啦，聊天顶是兄妹的囝，要掠伊找兄妹就对啊啦。你了有白讲啥？真正啦，阿娘，你想看觅咧？自从兄妹入门开始吼，咱厝内就一直在闹啊聊天顶的代志。啊，搁有啊，聊天顶迄间面款，早我来帮你拿强悍呢，讲要替啥物强卖足贵。有这款代志？是真的啦，不过是事实呢。啊，这款代志你哪唔较早讲咧？啊，因就甲我警告，叫我袂用你讲，啊无，我就陪你啦。你叫阿虎去向外因兜，看伊若有伫咧吼，甲你阿转来。你叫阿虎去向外因兜，看伊若有伫咧吼，甲你阿转来。是。还阁有，兄妹甲聊天顶的代志，千万毋通传出去，要顾着咱强家的面子。我知影啦，我毋是三八啦。还阁有，顺煞去恁阿舅因兜，叫恁阿舅来，讲我有代志要找伊。阿娘，啊你找阿舅啥物代志哈？叫你去就紧去，问问还是要怎？好啦。阿姊，这，安怎？敢我这钱还无够哟？毋是无够啦，啊是互我为难啦。要哪会啦？有钱使鬼会无啊？我毋相信讲世间人吼看到这钱，目睭袂天开。啊是讲阿姊，开遐尼济钱，啊你袂心痛的哦？为着要救志远，开较济钱，我嘛甘愿。哦，有你这句话哦，我就安心啊啦。是讲，毋过安怎？阿姊，我毋敢保证讲代志会成哦。哎呦，阿舅，有这个钱，啊你搁加讲几句好话，一定会用你啦。啥？阿姊啊，大家先讲互伊好哦，最毋人无迄个包生囝。车摕做所费。安尼我尽力就是啊啦吼，我尽力就是啊。啊无我赶紧来吼，好。啊，细弟。好。阿娘，要安怎？你毋是叫阿豪去做兄妹啊？啊，起码搁开遐尼济钱，叫阿舅去办试款的代志，安尼敢会白了？唉，你知影这啥？啊，说煞讲兄妹来带转来，你嘛是甲志远有关系啊？啊，无开我钱要哪会？
大大，小奶奶，安怎？有没有抓到无？无啊，杨某根本都无等于外家，连钱都唔知讲伊即么人伫倒。什么咧钱？即马变冤家啊啦！哎呀，唔知影伊去倒位。你连日本警察哦都去因兜查过，嘛是找无人。那安尼吼，伊即摆一定甲聊聊恁走去。来，好，去请人找上袂倒转来。无论安怎吼，这死查某囝一定要来抓到。好，我这时来办，哦。我发啦，我发啦，我冇事啊！啊，你是咧看啥？我靠过嚟啦！嘿，嘿！哎呦，我食个遐尼大汉咯，我也毋捌看过这金条咧，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看，看嘛，也阁遐尼济钱啦，哎呦，也阁遐尼济钱。哎呦，我大概若甲阮大姊讨钱吼，那毋是10箍啦，20箍啦，袂输乞食咧。你甲想看觅，为着志愿，你干嘛开遐尼济钱？这。谈这件代志，拢甲暗藏起来，暗藏。笑笑。总机员即摆关在什么所在？伫家落位啦！哎呀！我去过遐尔，伊根本就无关呀！哎呦，我无骗你，我无骗你，有影啦，只员是伫家落的啦。我知影，干那安尼尔，我哪有骗你哦？我会要受死啦，我会要受死啦！嘿啦，哎呀，我骨气上哦，知影讲我是志远的阿舅咧，伊唔敢，我知影受罪，也唔敢甲我讲受罪啦，你搁去甲我探听看觅，我志远到底是关喺倒位？电工我要来找，听，避归避怪，我就办倒巧啊，对无？过，去徛喺壁迄边。我知，快，好啦。应该我过。我过！你叫我过哦！你廖阿爸，你唔通啦！你通抬我啦！别啰嗦了！算到10，你头只我过两跳。好啦，我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。是死对倒去啦，哈！来，我真心都无看。嘿，我，哎呦！不敢再，哎呦，呀跌！婷婷，你转来哦？哎呦，你手哪流血啊？哈？
小可代志。什么无要紧哦，来坐。哎呦，我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会受伤啦？哈？Hello， 我去警察厅救迄个强志源。一人哩，敢救出来？伊根本就无关系啊！我去中着遐日本来鬼计。你坐，我第一我来甲你顾哈。妈祖写到灵死呢，伊知我咧甲伊相骂，我咧连续甲跋3杯，连连拢饮杯呢。迄连咧三太子吼，就笑安尼嘴啊利塞塞啦。一届人要娶香妹哦，我一定有希望。对，你是安怎？哪呢？ Hello。啊，都吼叫乡妈因大官啦，啊，都有嫁无，才会受伤转来。对，你家走去救强志源啊？很久没听到。你困啊啦？哎，大，你著带我做伙去。啊，你规日拢无看迄人呢，是要倒去找你啊？你唔通甲咱顾行路尔呢，嘛都爱甲我顾好条呢。我也袂用你出代志哦，我若出代志哦，恁大家共款无性命，知影无？啊！哎！姑啊，天顶啊！哎。啊，这乡妈透早嘛走倒去呢，啊，放一张2条地咧，嘛写啥呢？你看。哎呀，兄妹讲，伊要家己去救因大官啦。你看，你看。天顶啊！哎。现在我哋领这个单位那个吃不了啊。喂，多少？来，爸爸，给。阿姑，嫌犯，你安怎么干呢？嘿，阿姊，能因来喏？要拜拜啦，连我你也要问哦？唔是啦，我是看到阿姊吼，好意甲你打一个招呼啦。多谢你啦，啊，我能走袂？无啦，阿姊啊，哇，现主是安尼时机歹啊，歹人阁足济哦。我看安尼啦，我派2个啊，边仔伫甲你保护，好无？免啦，我拜托你的代志吼，办得好势就好啊。好，放心，阁过2天啊吼，代志都会办好哈。咱来去。哎，行，我来准备过哦。暖又搞了啦！你啊！啊！快点！哪里了？哪里了？啊！你就是迷姑诶！阿姑，你就是迷姑啦！啊！你哪边？有一间走到我房间，我想要对我安怎呢？喂，小张啊，你讲我平常心嘞，我可无少年的啊！我是啊哈！啊，不但是自我，我còn更添开会。来，阿家。这不是讲话所在，呀。
这个戆臭囡仔，我真无简单，才带你离开新竹社。你安尼无声无息就走倒转来，你是无想要活死？是想要去警察厅，甲阮大官换转来啦。你是了后讲啥？是啥讲恁大官叫人抓去？兄，你莫阁骗我啦！你甲阮表兄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大官互人抓去，即马强姦的人一定足冤屈我的，我袂用对不起强姦的人啦。兄妹，恁大官叫人抓去，毋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。你无需要甲所有罪名排在家己身躯顶。我再讲，因为恁大官转来的人应该是我，毋是你。你袂用安尼做啦，添丁啊！你是咱台湾人的英雄呢，有遮侪人互你日本仔欺负、糟蹋，因拢需要你的帮助呢。你袂用去啦。知啦，我袂遐尼讲啦。我有我家己的办法，你免操安遐多啦。你即个会受伤哦，就是因为因知影你一定会去救阮大哥转来，所以因才设计这个关头，等你去丧死。我知影这边要救恁大官，比顶面要救你搁较困难。我会想另外的办法。天妮啊，你袂用死的啦！我兄妹哦，无啥物路用，我的命嘛无啥物价值。我去换阮大官转来就好啊，好无？钟妹，你若安尼讲，你准来死，你若要安怎？伊一个人遮尔老，是谁要来去照顾咧？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啊？听我的话，后摆毋通自作聪明，谋划操烦。我自然会当冷静收办，叫恁大官倒转来，知无？佮相信我一摆，好无？起来，好吧，唔通搞啊，乖。我想要等伊强姦，看有难吗？阮阿妈身体无好，阮大哥阁互人掠去，伊即马哦一定足烦恼、足气我的。安尼你阁想要转去？伊即摆在气条上，毋是时阵啊。我会当转去照顾伊啊！啊，就算讲伊甲我拍，伊甲我骂，迄嘛是应该啊。啊，若万一伊为着即件代志拍歹身体，啊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是要安怎啊？我心里不安呢。你实在真乖，真友好，不过会晓替别人想。要毋过你即摆转去，像遐一路一样。好啦，我陪你转去。先煞去见恁阿嬷，为我替因抢假，惹遐尼侪麻烦，向伊请罪。天妮啊，多谢你。啊！你搁甲恁爸下摆看卖咧啊？什么啊？你甲恁爸办到请我？恁爸就互你一顿啊，粗霸一个，粗霸一个啦！啊！下摆无落白来久啦，搁甲要长久看卖。